台湾的生育率搁再创下新低，去年出世的翁仔仔敢若13万人左右，而且这几年翁仔仔的死亡率有加悬的现象，平均1000个翁仔仔都有2.8个无法度活到满月。伫亚洲是已经比日本也搁有韩国较济啊。台湾新生儿科医学会呼吁政府要改善儿童医疗，来降低翁仔仔的死亡率。 台湾新生儿人数去年只敢若13万8千多人，创历史新低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台湾新生儿医学会上新的调查发现，台湾唔但是新生儿人数少，新生儿死亡率也正悬，平均每1000个新生儿就2.8个无法度活过满月，更到4.5个有可能伫咧5岁进前死亡。伫亚洲是比日本甲韩国拢加正多，其中出世第0天死亡的新生儿就占3成。我们第0天的死亡是源于周产期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疾病是占最多数，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那个妊娠长短，那所谓的我们的早产儿这一件事情，那所以这两大的一个主因造成我们的第0天死亡是都比日韩都来得高。 医生讲，新生儿死亡原因，上天也看到的是早产加体重伤过轻，过来就是先天性器官结构加染色体异常。尤其最近这几年，台湾妇女大部分拢较晚结婚、较晚生，人工生殖加多胞胎有新的个案也增加，这拢是早产的危险因子。另外，也会防止新生儿趴在困的时阵死亡。过去有许多的父母认为说，趴睡可以让小孩子的头型比较好。 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，但是如果造成那个新生儿猝死，那这个才真的是非常不值得。世卫员讲，国内新生儿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遗传加基因突变，会加强产前体检来做经验。医生也提醒讲，高龄产妇的胎儿早产加流产的机会相对较悬，所以各类想要生囡仔的女性，将要把握34岁进前的黄金生育期，唔但能降低妈妈得到高危险妊娠合并症的风险，也能确保囡仔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